来看日本富士山的游客上侪严重冲击着环境，所以当地政府就决定要伫咧登山口设闸门。对于7月初开始要上山，就要先上网去登记，一天上侪会当开放4000人上山，而且阁要收入票2000块的费用。 用电钻甲落时所好，日本山梨县的明德村地区富士山的吉田线登山步道头前装大型的闸门，要应对7月开始的登山人潮。挂号日本新山的富士山，逐冬夏季拢有真侪为全球来的爬山游客。不过过去几冬来，观光客伤过济，造成世界拢本数。自然景观受到破坏，再状况互当地居民真困扰。为了改善观光的品质，当地山梨县的政府决定为7月初1开始，限制逐工日山的人数上最4000人，而且爱收一个人登山费用2000日票，差不多大票401。 今までなかったから、これで1日登山できる方々の人数が減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かなと心配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でもそれはそれでしょうがないと思うし、私去年の9月に登ってきたんですよ。でとても混んでましてこんなに混んでるだと最初から分かってたらもうちょっと1年2年。山梨县知事长崎幸太郎嘛，伫19到新的闸门宣导新的规定，佮特别示范有约爬山游客爱报道领爬山的手环，佮挖扣手环通过闸门行去登山步道。 而新的闸门会伫下晡4点到过灯港返点3点之间关起来，互无经过登记有约过暝民众无法度落山，防止想要伫暗时爬去山顶的游客冒险爬山，造成发生危险。この全ての取り組みの目標というのは、国内国外関わらず、ここ富士山を訪れていただく全ての皆さんの安全の確保。そのために場合によっては若干。 登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というお願いも。另外，对于爬山的服装，某职员伫查门进前可能服装伤过凊彩，民众唔通爬山，以免天气常常改变，无法度冻寒发生危险。虽然新的规定为7月开始实施，会当缓解过度旅游的状况，不过当地居民甲店家嘛烦恼，可能有爬山的人为无共的路线进入富士山，到时阵山顶游玩人真多。国际新闻台是唐炳玉。